云林富民镇建国建村是全国最大，每一下乡村都为农村建的建村，而且是日本属的神风特工队训练的基地。沙期巷乃就看得到碉堡、防空壕、水塔，也有各种的军事设备，都是喺建村主体办事时节为其较为所采。还有认证政府颁布的老旧建村改建条例，里面係陆续细则为并以提嘅方嘅深入研究。也下由后生团队自研生活工坊落去，想去潜规富民建村的基业，一定是听清环境，掌握嘅攀土壤技术，汉屯建村的居民向下攀的文化之也到连连沙沙的发通，希望建村一等站的时光再个展现出来。用机器来记素材，做到动手术，做出按图嘅木作作品，也就对刘志强来讲係真简单呢。应该说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爸爸是做木雕的，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就一直在就是跟木头有关的环境下长大，也看到就是祖父辈或者爸爸那边他其实非常辛苦。那小时候他们就说啊，伯利卖这啦，好，就是不要做这一块，那你可以找别的事情来做。刘志强嘅阿爸係神秘嘅木雕師傅，從細就受到影響，對木作係一定了解。不過家嘅福家人實希望佢能夠開發自家嘅路。不過由於把佢比受到太好指頭欣賞嘅氣氛，要再過來接觸木作嘅領域。那我其实，在大学也历经了一种有点彷徨的心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东西。所以认识他之后，然后透过跟他的学习，就开始觉得，其实回到木作这一块来说是我熟悉的，所以就开始又回来做木作这一块。早，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今天的部分开个会讨论一下。太好時代就啲雲林富民圖書，劉志強同富民已有緣分，成立木作工坊，咪係紀念嘅彩體文化同沙期嘅平台。我們就接觸到現在我們一直進駐的一個專案，是在虎尾鎮這邊的一個眷村。那這個眷村對我們來說最大好處是，它的房子其實蠻破敗的，它的環境需要整理。那這些東西都很適合我們動手去做改造這件事情。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然後願意一起來投入做這一件事情。天天呢對木作發展到嚟沙期洋草，也都希望同本地嘅房嘅建國建村帶來新嘅樣貌，開始都來做維護建村嘅發通，俾上嘅一朵後生人來加入。台灣的文化就是越了解之後，就越發現，其實是有一個蠻大的斷層的，不管是在任何的方面，那就會覺得自己既然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這一塊，那就會想要好好的去把這個東西研究起來，然後投入進去，然後成為文化保存的一份子。住這一戶的附近的住戶，因為後來不夠用了，就加蓋房子，然後就把這裡圍起來。所以這個防空洞也多年來，也都參與到建村導航，嚟帶領民眾向下來認識建國建村。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二戰末期之後呢，因為日軍他們已經知道自己其實快要戰敗，那對空軍來說，他們最重要的其實是一些通信設施的這些設備，所以他們會要求當時住在這邊的一個漢人聚落，請他們搬遷到別的地方去。那他們就利用現有的這一個基地空間，然後作為他們的這個軍事設施隱蔽的一個倉庫群。好，那其實，在眷村裡面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大棟的房舍，都是當時日治時期新建的房子。建村喺國民政府接手過後，進出為空軍基地嘅人員，嗰種日本所謂嘅日本兵留下來嘅設施，都還保留定，仲係水塔、斷水池，還有各種嘅防空洞也都。所以他當時有非常多的這些空軍高官來到台灣的第一站，其實是來到虎尾的。好，那運用這些舊有還在的這些日裔的宿舍，改建成他們的自己的眷舍。所以很多第一批從大陸過來台灣的這些接收的人，其實很多都待過虎尾的這個眷村。
建国一村其实防空洞有很多类型，有隧道式防空洞，然后工字型防空洞，还有小乌龟防空洞。那整个建国眷村这样算下来，大概20来座、30座左右。那防空洞基本上都是就是建在地面的，跟我们印象中就是在地面下的那个不太一样，它是在地面上的，所以我们只要直直的进去，其实就是可以别有洞天的感觉。一直到民国85年，国防部颁发《老丘建村改建条例》，附属建议陆陆续续迁徙出去，建村现在安内风险生命安救。那我们这个眷村呢，其实是以一建国宅的方式。那一建的国宅当时是设定在云林的北港镇上，好，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当下，他有的就移到北港去居住了，那有的是领了补偿款之后就离开这个眷村，好，所以从民国85年之后，就慢慢大家都陆续搬迁出去。那民国95年最后一户离开这个眷村之后，这个眷村就到现在将近超过10年的时间都没有再住人了。建国建村总共有4种村，现时建国一村是风沙维护的情形较好的区别。那建国一村跟2村是目前受到文化部文资法的保护下，它是一个聚落建筑群，所以它其实已经受到保存下来了哈。那建国3村的话，目前仅剩一个小学，叫做整民国小。好，那目前也是有一个委外的基金会在做公办民营的营运。那建国4村是最早在韦恩台风后就被拆除的，目前是云林2间的所在地。建国一村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比较多是仓库型的联动式的房子。那一直到战后，就是很多军眷搬进来之后，他们就是直接住进去这些仓库型的房舍。然后建国一村比较多，据了解是位阶比较高的。刘志强同一条盘，为了为维护建村的样貌，接送期盼并收建村的发通，又将后生日向下来并收环境，被对亚当中了解下卡头的建村故事。别人觉得建村可能就是比较旧的房子这样，然后排在一起，以前那种类似三合院这种排在一起的房子而已。啊，接下来就觉得还不错，但是垃圾还蛮多的，就也很多人乱丢垃圾。就平常是生活在都市那边，就比较少接触到眷村这种东西。然后今天第一次来就蛮新鲜的，因为平常都很少看到。然后捡垃圾也很辛苦，然后发现很多垃圾，就希望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清理这样。主要像我们会固定跟在地的一些大学合作，然后透过我们叫做酷扫的活动，邀请这些在地的年轻人或是对文化资产有兴趣的这些人到眷村来认识这个眷村。那同时也协助我们把过去的这些脏乱的环境啊，然后在地的这些凌乱的房舍，慢慢的去做整理。我们会预计在今年大概5、6月的时候，希望可以把这边整个区域都整理好。那今天会请大家一起来帮我们把屋瓦卸下来。好。主题并所环境，行到要完成为长条的路幅的，特别安排来参加的民众，向下同风啊插下来，为民众对建村有目共用的体验。我觉得这边的特色就是它整个的腹地非常的大，对，因为刚刚的导演有提到，其实有好几个村落，对，然后另外比较有特殊的就是它是将过去的兵营把它改建，就是分割之后重新成为眷村，这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之前过往的旅行经验里面，会到不一样的眷村，可能是台南的空军的啊，或者是说到桃园中立那边、内壢那边这样子，那才会发现原来眷村有分不一样的背景的人住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地方吧，就是透过来可能帮忙也好，或是学习什么东西也好，然后你可以一边帮忙他们，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唔但将维护建村嘅硬体，未希望前进建村成为杜空嘅第一。团队成员接送调唱建村妈妈进来，教大家做建村菜，让热爱教嘅係建村點心鳳頭餅。然后你看我这样包，包小笼包一样包紧，把它捏紧，这样捏紧就好。但是等一下我们烙的时候，就用这边烙，这边切口的地方先烙。大家对面团做地度嘅料。都包起来做出成品，一鋪一鋪嘅，天天嚟好食。我刚刚
刚过来刚，我对做菜很陌生啦，尤其外省菜哈。我啊婆婆都很爱讲，麦个菜安样切哈，安样的菜，等佢下班之后很爱去好不看营养的炒菜的顺序，做按样慢慢的做好我。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做这个红豆饼比较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当你看阿姨做的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自己实际去包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手指都必须要有控制力道的方式跟方法，这样就是蛮有趣的。其实，在跟阿姨一起做卷菜的时候，最开心的地方是，就是阿姨其实会讲很多以前她自己的或者是眷村的故事，然后透过阿姨分享故事给我们啊，就是可以再更了解一些眷村人的日常。昆田路相片，建村妈妈讲起建村生活嘅故事，带领团队成员到本地黑地蔬菜，以从正多路条白。是饼洞，这是以前我住的是从这条路这边进去，我是住后面那里。这前面是李妈妈家，哦，这前面以前有一棵很大棵的榕树，这棵榕树已经死掉了。虽然本地黑地蔬菜早就已经上草大农，不过头摆伫建村生活的情形，还可以几多弄死杜风。也考唔到的是长的那个草的湿卜卜的，考唔到半点，也都很不很懂法啦。还有做鸡的鸡条啊，哦，做法也都全部都很不很，也考唔到，也引起唔得啦，做暗藏。讲đến头摆嘅成分，每一感染建村聊聊嘅年轻味。建村的妈妈吼，因为那扎省的妈妈都有吼，所以来到遐头，大家都感情同好。无像遐办拢不去吼，大家感情无像遐哎呦，从南北来的人吼，所以无马亲戚到台湾嘛，所以大家都变同好的安尼联沙，所以遐头的亲戚吼，当真正有怀念啦。一條團員就嚟接送同建村媽媽互通議會，一條每回拜訪頭擺係啲建村嘅天意推，都佢一條嘅屋卡十分大嘴鼓，每接送都下行到建村，講起頭擺嘅故事。这个门是开在这边住过，哦，这间就是那时候我原有这个空间还不错，因为它两边2个窗户这样。那时候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住在这户。本但平地嘅房嘅建村，以為亞權後生年代來，建村天意推，看佢一條按遊戲，每次都以溫暖，接送相互交流討論，同頭擺嘅回憶，同時嘅創意融合起來，設計出一定新鮮嘅法通。那當然是有一些年輕朋友他們進來，他們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那我們老一輩的人在想說是說，只是說恢復一些舊的那種舊觀，其實有些東西。也是需要帶進一些他們年輕人的想法，比如說，這個我們把舊的弄起來，把它整修起來，你要想辦法怎麼樣營運啊，不能蓋起來當作文職館了啊。所以說有年輕的人進來，這當然是對有好的。這個眷村其實現在都已經沒有住人了啦，所以我們為了了解過去在這邊生活的這些故事跟生活的記憶，其實我們都還是會去找以前。曾經住在這邊的一些眷村的大哥們或大姐們，跟他們請教，或是特別會跟我們講說，有什麼東西我們應該可以在什麼時間點來辦一個活動來做這些事情。同一般社區嘅導覽技術方式都冇相用，團隊改用創新嘅劇場式導覽，向人客嘅注意。而人從喺行業是共同用嘅，實際來講述建村嘅生活氣氛。那透過這種劇場式的導覽呢，我們邀請來的演員，他會做過培訓，然後我們會穿上以前符合在眷村這個時期的衣服，然後呢，故事也是採集過去這些訪談的內容，然後截取片段出來做一些劇本之後呢，然後我們透過在眷村的場景裡面演這些戲，然後讓來這邊參觀的人，他可以實際的感受到那個場景的氛圍，然後實際的感受到這個故事的張力。實際成立建村對田野調查政府嘅野條，都同建村居民互通，劉志強同其野條嘅盤發展出一系列文化相關嘅活動，帶領民眾行業頭擺建村嘅生活重溫，程度嚟體驗，同大家對建國建村嘅回憶連連絡起來，來感受文化交織嘅溫度。